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筛检吗？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体检吗？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体检吗？有的，我们有提供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大肠癌跟口腔癌的检查。有啊，我哋有提供子宮頸癌、卵癌、大腸癌同口腔癌嘅檢查。有啊，我哋有提供子宮頸癌、卵癌、大腸癌同口腔癌嘅檢查。我想帶公婆來做檢查，我想會帶家官家娘來做檢查，但他們總推脫身體很健康，不需要做身體檢查。不過，佢哋總係推講身體狀況健，唔是做身體檢查。依萍，我們30歲以上的女性，每年要做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。依萍，你30歲以上嘅女性，當然要做一擺子宮頸抹片檢查。依萍，你30歲以上嘅女性，當然要做一擺子宮頸抹片檢查。45歲到69歲的女性，每2年要做一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。45歲到69歲嘅女性，每2年要做一擺軟骨 X 光攝影檢查。45歲到69歲嘅女性，每2年要做一擺軟骨 X 光攝影檢查。至於50到75歲的民眾，每2年要做一次糞便潛血檢查。至於50到75歲嘅民眾，每2年要做一擺糞便潛血檢查。至於50到75歲嘅民眾，每2年要做一擺糞便潛血檢查。至於30歲以上有吸煙或嚼檳榔的民眾，每2年就要做一次口腔黏膜檢查。係講30歲以上有食煙或就係食檳榔嘅民眾，每2年就會做一擺口腔黏膜檢查。係講30歲以上有食煙或就係食檳榔嘅民眾，每2年就會做一擺口腔黏膜檢查。我記得阿公是不是有抽煙啊？我記得阿公係唔係有食煙啊？我爸是老煙槍呢，我爸係老煙工呢。哦，那更要帶阿公來做檢查，還要請阿婆一起來。哦，嘅行卡愛帶阿公來做檢查，還愛請阿婆共下來喲。哦，嘅行卡愛帶阿公來做檢查，還愛請阿婆共下來喲。為了健康，身體檢查是一定要的。為到健康，身體檢查係一定愛嘅。我知道了。你剛剛提的癌症篩檢需要付費嗎？需要帶什麼證件呢？係啲咧，你頭下講嘅癌症體檢要錢嗎？還要帶乜嘅證件呢？係啲咧，你頭下講嘅癌症體檢要錢嗎？還要帶乜嘅證件呢？都不用付費哦，帶健保卡跟身份證來衛生所掛號就可以了，都唔是錢哦。帶健保卡同身份證來衛生所掛號就做得咧，都唔是錢哦。帶健保卡同身份證來衛生所掛號就做得咧。好，謝謝你哦。好，按字 C。好，按字 C。